債息突破高位，而家係咪買美國國債嘅好嘅時機呢？美國國債或者係公司債又應該點樣揀呢？即刻有理財有計。身邊嘉賓請嚟 Jason 私間仲同我哋傾下嘅，你好 Jason。你好 Pauline。你好，咁啊最近其實都幾多新聞咧，對個債市影響都大嘅。有早排就穆迪降咗美國嘅主權信用評級啦，去到近期咧，大家擔心咧特朗普推進個減稅方案會令到個財赤惡化。咁啊到琴晚咧20年期國債嘅拍賣結果麻麻地咧，都令到個債價捱沽，咁啊個債息相對上升。講緊30年期嘅國債咧，去到5厘樓上。近2年以嚟高位，10年期國債息率咧都去到4厘6左右。咁啊，對於通常會買開國債投資嘅人嚟講咧，喂，咁啊個債息升，咁啊而家買嘅話，可能就鎖定一個比較高嘅利率啦。不過如果驚嘅話咧，就會覺得喂，而家咁高息會唔會再跌價個債價㗎嘛？會唔會有個捱價嘅情況啊？所以要揾你講下策略啦。咁啊而家究竟係咪一個好時機去買國債啦？嚇？我覺得其實大家要睇翻個年期上嘅選擇啦。咁我哋呢邊嘅判斷就係覺得長債息仲有一個上升嘅空間嘅，而短債或者係啲短啲年期嘅債券咧，反而佢個防守性會高一啲啦。咁首先講下長債點解會跌得咁勁，同埋點解我哋預期會仲有進一步下跌嘅空間，令到個收益率會有咗上升嘅趨勢啦。咁其實啱啱 Pauline 都講到就係話嗰個穆迪降級啦，就可能會促使到一啲可能一啲大型嘅基金或者保險公司、銀行等等，因為個評級嘅問題，就被逼要 force sell 部分嘅一啲國債，尤其是長年期嘅債券咧，就令到有一個沽壓嘅情況啦。另一方面，其實特朗普嗰個琴日出個新聞都關於嗰個減稅個方案，其實都比預期中更加進取嘅，即係個幅度比預期中更加進取，咁樣令到大家擔心個財赤有機會進一步嘅上升啦。咁但係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就覺得係預期之內嘅，因為始終特朗普喺選舉嗰陣時都承諾咗啲選民要推動呢個減稅方案，亦都係佢核心嘅一個政綱之一啦。咁依家只不過係推行翻佢之前做嘅選舉承諾咯。咁所以暫時嚟講，就覺得我哋美國嗰邊個財赤個惡化嘅情況應該係冇辦法避免嘅啦。咁變相其實就要喺個債息嘅層面就可能反映翻相關嘅風險咯。咁再加上其實我哋覺得宏觀個環境其實未來嚟緊都未必咁理想。雖然又講緊話近期關稅戰個談判都叫做緩和咗啦，咁但係其實你會見到嗰個談判個最終結果都未出嘅。一般嚟講都可能要預翻一年左右嘅時間先至真係講緊話實質最尾個落實個關稅，美國對於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係幾多 percent 咯？咁依家都暫時嚟講，只不過係一個緩兵之計咯。我哋覺得，咁所以就事實上我哋覺得，如果佢係一個強硬態度咧，即係特朗普嘅機會會比較高一啲嘅，即係唔好似而家市場預期咁溫和嘅一個狀況出現啦。咁啊令到其實個關稅有機會個稅率會高過市場預期，同埋呢一刻其實大家估計可能最尾個關稅會係10%一個基礎啦。咁但係我哋覺得會高過呢個水平咯。咁變相如果係真係有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有機會會引涉到一個我哋叫滯脹嘅可能性啊，就係話其實你關稅就導致到當地個經濟增長有機會放緩啦，咁然後令到再加上關稅啲入口嗰啲貨品個價格都有機會大幅急升啊，咁啊令到個通脹都有機會反彈咯。咁我諗嚟緊要睇嘅呢啲數據可能包括就係關稅嘅主要嗰個措施係點樣做啦，然後同埋油價可唔可以企穩，然後可能反彈啦，同埋可能啲庫存嗰個延期嘅，咁又會唔會令到之後可以真係關稅個影響會實質去到幾個 quarter 之後，1至2個 quarter 之後就會出現到關稅帶嚟嘅通脹影響咯。咁所以喺國債層面咁就長債就避一避先咯。如果短年期債券就反而防守性高一啲，因為短年期債券其實係跟個利率走勢，而依家現階段判斷其實都未必話真係今年減到太多次息啦。坊間即係市場就估緊2至3次，而我哋就覺得會保守啲，就係話未必減到咁多，即係可能少於或者等於2次嘅情況下，其實你短債個息率落嘅機會又唔係好大，咁所以就如果國債嚟講就會短年期就會安全一啲，同埋佢個風險又低一啲，長債就個壓力會大啲，咁就有機會真係買咗之後會蝕價咯。咁啊，頭先評咗各項嘅因素啦，咁啊揀美國國債咧，你就覺得揀短年期為上咁啊？但係點為之短年期咧？即係2年期比起30年期都係短㗎嘛？咁啊，但係咧，我見到你同我講咧，就係話喂，其實最好就係揀幾個月到期嗰啲，即係6個月期呢啲咧，相對你覺得波動性較低㗎嘛？頭先長債嗰啲，你覺得就唔係咁揀啦。不如再仔細啲同大家講下唔同年期邊啲係睇好，邊啲係睇淡，邊啲係相對中性。好啊，其實我哋就相對睇好或者
咧極之睇好6個月嘅國債，因為6個月個國債其實依家個收益都有大概4.1、4.2% 嘅左右，咁你扣啲手續費可能4% 左右啦。咁其實一個用一絕對收益角度嚟講都係幾吸引嘅。咁同埋6個月嘅國債好處係咩咧？就係話佢存續嘅風險接近係冇嘅，因為6個月之後你就會收翻個本金。咁其實你幾錢買都好，其實你最後尾都會攞到個6%。咁當然要年化翻啦，即係你半年嘅話，咁你除翻個2啊，大概咁你可能3% 左右嘅一個2% 左右呢個收益啦。咁其實就會變相就會係防守性高一啲咯。咁但係至於啱啱講嘅10年期或者20年、30年，其實我哋覺得個債息個上行嘅趨勢都仲喺度。咁所以就佢哋嗰邊就即係如果你買咗，可能如果真係個宏觀狀況惡化，通脹捲土重來嘅話，令到聯儲局減息個壓力即係減唔到幾多，甚至乎可能之後有機會可能先減後加啦，或者係唔減咧 keep 住喺4.25至4.5% 呢個高位徘徊咧。其實個長債嗰邊我哋講未反映到嗰個利率嗰個走勢個風險，咁變相其實長債息仲有一個上升壓力。咁所以你如果呢家買咗，有機會真係要坐貨，而你冇可能等到期嘅，因為始終個年期比較長啦。咁至於中年期嗰啲，我係覺得你話2年期其實個吸引力就一般咯，因為佢而家得4% 嘅啫，其實低過啱啱講嘅6個月嗰4.2嘅。咁反而4.2即係6個月嗰個就可能你就算你買完之後6個月之後續期個策略，其實都可能個回報上可能都同到2年期，甚至會高過2年期個收益率咯。咁當然都要取決於6個月後個市場個狀況係點咯。但係我哋都預計其實個6個月嘅息率未必跌得太多嘅情況，其實用一個續期嘅形式，即係話你買咗6個月，然後到期日啦，咁你就再用翻同一個本金連埋啲息去買翻個6個月嘅國債。咁我覺得呢個策略就會好過你買個2年期咯。咁至於你5年期啊或者中年期嗰啲，我哋覺得吸引力可能會高過2年期一啲咯。但係其實都會都要接受翻個存續期風險喺度咯。如果一啲5年期至7年期呢啲位嗰啲國債嘅話。OK， 好啊，咁啊長年期就唔考慮啦，咁啊中年期啊相對冇短年期咁抵，咁啊倒不如揀幾個月就到期嗰啲。極短我哋叫極短年期嘅就係極短嗰啲啊嚇。喂，不過有咁喎，有陣時咧，譬如我買6個月期咧，你6個月之後你又要再續啦嘛，到時驚續嘅時候咧就冇而家咁高息，所以有啲人咧就會寧願犧牲少少啦，即係犧牲可能0點幾厘，我一買2年期，但係即係你覺得6個月之後都仲可以 keep 到咁上下嘅債息去續係嘛？係啊，係因為其實6個月好同嗰個聯儲局嗰個基準利率基本上係極之相同嘅。咁如果我哋預期今年可能真係減得一次息或者唔減嘅，咁其實你嚟緊都預計6個月嗰個債息應該都有4% 左右。咁其實你依家買4.2再加之後買入4%，咁其實你同買2年期一 lock 住個4%其實差唔幾，甚至乎可能有機會高過少少啦。咁就取決於其實呢個時候取決於你喺邊度買啊，嗰啲手續費幾多啦。咁但係普遍嚟講，我覺得因為其實你風險上比2年期都低一啲，因為你存續期風險嗰邊已經係即係完全係接近冇咯，即係如果6個月嘅話。OK， 好啊，咁啊美國國債就以極短年期就為之即係上啦嚇，咁啊好多人咧就會想比國債咧高少少息咧，就會揀即係風險又相對高啲啲嘅公司債嘅。咁啊不過其實買公司債咧都係受住同一個環境影響啦。其實嗰個債息升，即係個債價下跌嘅情況係咪都會同國債一樣啦？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買公司債嘅話，又應該點揀呢？其實就因為啱啱都係其實。國債係一個基礎嘅部署啦。如果你買企業債券就係建基於國債上去部署去諗嘅。因為啱啱我哋都提到就係話其實長年期個債息有機會升咧。其實相應地咧，其實企業債券如果你買一啲10年期或者可以超長年期一啲企業債券，譬如你買騰訊30年咁樣，其實你個價格走勢都會同國債30年期去掛鈎翻。咁所以變相其實如果假設我哋都係覺得長年期應該係審慎一啲嘅時候，如果企業債券個年期上選擇都唔應該太進取咯。但係就好難話真係買咗6個月嘅企業債券，因為始終個流動性冇咁高嘅，即係個交易流動性冇咁高。咁變相我哋揀企業債券，可能個闊個維度就遠啲啦，就可能3至5至7年咁樣。咁大概呢啲位咧就會覺得合適一啲，嗰啲年期上嘅選擇。咁至於如果係講到話有咩債券係而家個狀況係睇好一啲咧，其實就係我哋會覺得，如果你話關稅戰咧，其實咁樣諗落去，關稅呢個戰呢樣嘢係一個持續性係呢1至2年一個大嘅一個主題啦。其實都未必話真係判斷到係溫和定係。即係溫和意思，即係關稅戰會溫和咧，惡化就可能會激進啲，就好似之前4月份嗰個對等關稅推出嘅時候，其實你冇一個100% 去確定一個係咩稅率嘅時候，其實我哋覺得一啲本土嘅企業會係有優勢咯。即係本土企業就係話間公司係用一個本土收入同埋本土成本佢作為佢嘅商業模式同埋佢收入同埋成本來源，咁會係變相你就可以叫做一個避風
趕啦，就可以擋一擋，就係話其實就關稅戰冇對佢嚟講，可能係第二層影響嘅啫。第一層至少唔係話真係要出口去美國，然後直接喺佢啲貨品度要打稅嗰啲公司咯。咁變相嗰一啲我哋叫做本土型嘅企業啦，或者我哋叫防守性較高嘅企業，就會相對嚟講我哋會睇好一啲咯。係啊，咁啊，據你嘅即係建議都係，譬如一啲勞動啊或者知識密集型嘅行業，可能受關稅戰嘅直接影響又相對較細啦。呢啲就行業就比起頭先講嗰啲出口啊或者貿易強度比較高嘅企業咧，又叫做請高少少啊。有機會再向你請教下有啲咩具體有啲咩公司嘅債券近期 hit 或者你覺得睇好啦，有機會再傾。多謝你。